后来继续要来讲连续2天注意风射了后，让老大人突然死亡的案例，连带嘛影响到老大人注意风射意愿。高雄都未少符合着注射资格时代会惊，讲无做无代志，自的颠倒出代志拢不爱去做啊。家属嘛讲，都惊自咧真正发生着危险，所以甘愿时代卖做，较卖互因出门咧。讲安尼，因感觉较妥当。我袂信，无信心，我不爱做。无做无代志，注意风射可能会出代志。89岁陈妈妈这2天看到电视报道的真侪时代注疫苗的状况，真着惊。他们有发这个，对，啊，有的讲什么腰酸啦，啊，有的讲会招开会痛啦。我过去我买。行动力要真好，无慢性病，逐工拢会斗3工整理物件，嘛真爱唱歌。但妈妈的后生讲，一开始嘛真希望妈妈会使注疫苗，不过若是真正发生疫苗不良的反应，要安怎？他很希望他去打，可是出问题怎么办？昨天说12个，今天看11个，这个罪过我无法担。有这种想法的，唔那1、2个人，住伫凤山80岁黄妈妈是后一波会使注疫苗的人。差不多这2天就惊死人，注死啊侪人，3天都去做啊。那以我们一些有上年纪的人，我们是不可能去打的啦。是大人拢真烦恼，注 AZ 疫苗，敢会颠倒互身体出状况？这恐惊嘛影响刷落来时代注疫苗的意愿。